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18，咱要对路得记第1章读到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路得记第1章到第4章。第1章，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代，犹大地发生饥荒，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。这个人名叫做伊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，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人。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，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。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去，放伊甲2个囝。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，一个叫做俄尼巴，另外一个叫做路得。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，马伦甲基人2个人嘛死去，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，无翁嘛无囝通靠。拿俄米还伫摩押的时，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，互因好收成，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，要倒去伯利恒。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，要倒去犹大地。2个新妇缀伊去。伫路中，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：恁倒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互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。愿上主赐福恁，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属。伊就甲因斟，甲因相时，因大声吼，对伊讲：阮一定要甲你倒去恁的人遐。拿俄米讲：查某囝就倒去，是安怎要缀我？我减会阁生囝，互恁做翁。查某囝就倒去，去啦！我已经老，袂当阁嫁翁。我若还有愿望，今暝有丈夫阁生囝，恁减会当等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，莫啦！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因阁大声吼，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，甲伊相时。毋久，路得放袂离大家。拿俄米就讲：你看，恁阿嫂已经倒去因的亲族甲因的神明遐，你嘛通缀伊倒去。路得因讲：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。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拿俄米看路得坚决要缀伊，就无阁讲啥物。因2个人就继续行，来到伯利恒。到伯利恒的时，全城为着因扰动。政府女讲：这个人敢真正是拿俄米？伊甲因讲：毋通叫我拿俄米，就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的互我受大苦难。我满满出去，上主互我空空倒来。是安怎叫我拿俄米？上主苦楚我，全能的互我受患难。这就是拿俄米甲伊的摩押新妇路得对摩押地倒来的经过。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，来到伯利恒。第2章，拿俄米有一个亲情，叫做波阿斯，
是大财主，是伊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。摩押的女子罗德对拿俄米讲：“我想要去园里，通缀伫对我亲切的人后面捡麦穗。”拿俄米就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做你去。”伊就去园里，缀伫收割的人后面捡麦穗。真拄好，这块园是伊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的。拄迄时，波阿斯对伯利恒来，伊对收割的人讲：“愿上主甲恁同在。”因就应伊讲：“愿上主祝福你。”波阿斯问收割的工头讲：“这个少年查某囡仔是甚物人引导的？”收割的工头因讲：“这个摩押的女子是缀拿俄米对摩押地倒来的。”伊有讲：“准我伫收割的人后面捡落落来的麦穗。”伊对早起无闲到呾，拄啊才伫寮仔歇困一时仔若定。波阿斯就对罗德讲：“查某囝，我甲你讲，毋通去别人的园捡，嘛毋通离开遮，着缀我的女工缀好条。看工人伫倒一窟园咧收割，着缀伫女工后面捡。我已经吩咐工人，袂用得家己创治。你喙焦的时，去水桶遐啉工人入来的水。”罗德就拍落去，跪伫涂骹，对伊讲：“你哪会对我遮尔好，遮尔关心我这个外国人？”波阿斯因伊讲：“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你对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拢甲我讲啦。你离开你的父母甲故乡，来住伫这个身份的人中间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个的必然，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。”罗德应讲：“你对我遮尔好，虽然我做你的女婢嘛袂肯定，你要求安慰我，佮对我你的女婢轻声讲好话。”食饭的时，波阿斯对伊讲：“来遮，摕起来食，面包稳错食。”罗德就坐伫收割的人身边，波阿斯摕皮好的麦仔互伊，伊食饱，阁有剩，伊爬起来，阁去捡麦穗。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讲：“伊若伫麦捆中捡，嘛毋通甲伊动，害伊见笑。恁甚至着对麦捆中抽一寡出来，互伊捡，毋通甲伊责备。”罗德就伫园里捡麦穗，捡到天暗。伊拍所捡的麦穗，大约有22公升的大麦。伊就拍入城，摕互伊的大家看，佮将食剩的摕出来互伊的大家。伊的大家对伊讲：“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？你伫倒位工作？愿注意到你，好款待你迄个人受祝福。”罗德就甲大家讲伊伫甚物人遐工作，佮讲迄个人名叫做波阿斯。拿俄米对新妇讲：“愿波阿斯得到上主祝福，上主不时施恩互活人甲死人。”拿俄米佮对伊讲：“这个人是咱的亲情，是有义务延续咱世系的一个至亲。”摩押的女子罗德讲：“伊嘛有甲我讲，你着缀伫我的工人身边到收割煞。”拿俄米就对伊的新妇罗德讲：“我的查某囝，你着甲伊的女工做伙，才免伫别人的园里互人创治。”罗德就缀波阿斯的女工做伙捡五谷，到大麦、小麦拢收割了，伊继续甲伊的大家住做伙。第3章。
罗德的大家拿米甲伊讲：查某囝，我应该为着你找一个好的归宿，互你有家己的家。你会记得无？甲你做伙做工，遐个女工的头家普阿斯是咱的亲情。我甲你讲，今暝伊会伫五谷场破大卖，你着洗身躯，抹香油，穿水衫，然后落去五谷场。毋过，迄个人食饱啉煞以前，毋通互伊认着。伊倒落去困的时，着看清楚伊倒的所在，然后活去。掀开伊坎骹的外袍，倒伫伊身边。伊会甲你讲你着做的事。罗德因伊讲，你甲我讲的，我拢会去做。伊就落去五谷场，照大家所吩咐的一切去做。普阿斯食饱啉煞，感觉真爽快，就去倒伫麦堆边。罗德就踮骹去，掀开伊坎骹的外袍，倒伫伊的身边。半暝，普阿斯翻身，看到一个查某人倒伫骹边，着一惊。伊问讲：你是啥人？伊应讲：我是你的女婢罗德，请你用外衫来盖你的女婢，答应我，因为你是阮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阮的世系。伊讲：查某囝，愿你得到上主的祝福。你现在所表现的忠诚，比以前搁较大。无论善者也是好野的少年人，你拢无甲因行。我的查某囝，免烦恼。你所讲的，我拢会替你做，因为全城的人拢知你是好德行的查某人。我确实是你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你的世系。毋过，有一个比我甲你搁较亲。今暝你留踮遮，等天光。伊若要对你尽义务，真好，互伊尽。伊若毋，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詛，我一定会尽义务。你踮遮困到天光。罗德就伫伊的骹边困，到天不光。伫人面要认袂清楚以前，罗德就起来，因为普阿斯有讲，毋通互人知有查某人来五谷场。普阿斯讲，甲你的破巾摕来。天互开，伊就铁开。普阿斯让约20公斤的大麦放伫罗德的肩头顶，伊就入城。罗德来到伊的大家遐，拿米问伊讲：查某囝，代志啥款？罗德就将迄个人对伊所做的一切拢甲伊讲。罗德讲：迄个人甲我讲，你毋通空手倒去恁大家遐。伊有互我这20公斤大麦。拿米就讲：查某囝，等看代志安怎发展。今仔日代志若无办好势，迄个人一定袂安心。第4章，普阿斯来城门口坐落去，伊所讲迄个至亲拄经过，伊就讲：兄弟啊，请过来遮坐。迄个人就活转来坐。普阿斯搁请城内10个长落来，甲因讲：请遮坐。因就坐地。普阿斯就对即个至亲讲：对摩押地转来的拿俄米要卖咱的兄弟米勒迄块地。我想我着甲你讲，你着伫坐伫遮的人甲民间的长老面前买倒来。你若要尽义务甲伊买倒来，就互你买；若毋，着甲我讲，互我知，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倒来。过来才轮到我。迄个人就讲：我要尽义务甲买倒来。
波阿斯讲：你对拿俄米的手要提的时，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落地做某，通替即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即块土地。即个至亲就讲：若安尼，我毋免，则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。让你买，互你真义务，我无要买。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，人若确定赎回也是交换产业的手续，就转下交互对方。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。迄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：互你买，伊就转下互波阿斯，然后波阿斯对正长了甲所有的人讲：今仔日恁是证人。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以利米勒、马伦甲基连的产业，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押女子落地做某，通替死去的人保留伊家族的产业，则免伊对家族甲本籍受除名。今仔日恁拢是证人，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正长老拢讲：阮是证人，愿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，亲像吕结甲利亚建立拿亚的家，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，伫伯利恒有好名声。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即个女子赏赐你的后代，亲像他玛甲犹大所生法律师的家相款。波阿斯就带落地做某，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附近人拢来甲拿俄米讲：愿上主得到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，搁照顾你的人。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，愿伊恢复你的元气。伫你年老的时，甲你奉养，因为伊是听你的新妇生的。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，拿俄米就抱这个囡仔伫胸前，请伊大汉。厝边的妇人讲：拿俄米得到一个囝啦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乌培德，伊就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是大毕的老爸，这是法律师的后代。法律师生希西伦，希西伦生兰，兰生阿米拉达，阿米拉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毕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，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纳，伊住伫以法莲山区苏弗宗族的大埃拉玛，伊是以法莲人苏弗的元孙，托付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，亚勒罕的囝。以利加纳有2个某，一个叫做哈娜，一个叫做比尼娜。比尼娜有囝儿，哈娜无囝。以利加纳当年对伊的本城上去示罗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佮对伊献祭。以利2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伫遐做上主的祭司。以利加纳逐遍献祭，拢分献祭的肉互伊的某比尼娜甲伊的囝查某囝各一份。毋过以利加纳互哈娜较好分，因为伊疼哈娜，可惜上主互伊无生囝。
因为上主互伊无生囝，甲伊做对头的比尼那，不时激伊，互因疑心。即款代志逐年伫发生，逐遍哈娜上去上主的厝的时，比尼那照常安尼激伊，伊就提口食袂落饭。伊的丈夫伊利加那甲伊讲：哈娜，你是安怎伫哭？是安怎毋食？是安怎伫伤心？有我减无比有10个囝较好。因伫示罗啉食了后，哈娜就徛起来。迄时这是伊离坐伫上主的殿门条边的座位。哈娜的心艰苦，对上主祈祷，直直流目屎。哈娜下愿讲：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你若真正关心你女婢的苦情，眷顾我，无袂记得你的女婢，使你的女婢生一个后生，我要甲伊一世人献予上主，拢袂甲伊剃头。哈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伊离注意看伊的喙，哈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震动无出声，所以伊离想讲伊是酒醉。伊离甲伊讲：你要酒醉偌久？毋通阁啉啦。哈娜应讲：先生，我无咧醉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，白酒、高酒拢无啉，不过是伫对上主吐出苦情，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。我祈祷无停，因为真怨叹，心艰苦。伊离因伊讲：你平安倒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予你。哈娜讲：愿你的女婢对你得到恩惠。哈娜倒去，食饱了后，就无过忧头甲面。隔日，因真早起来，敬拜上主了后，就倒去因伫拉玛的厝。伊利加那甲哈娜同房，上主话记得哈娜，哈娜就怀孕，到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尼。意思是，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伊利加那甲因全家拢上去示罗，对上主献年祭，佮写伊所许的愿。毋过哈娜无上去，甲伊的丈夫讲：等候囡仔长龄，我才带伊去献予上主，一世人住伫遐。伊的丈夫伊利加那甲伊讲：你若看做好，就安尼去做。等候囡仔长龄才去。愿上主实现伊的话。妇人就伫厝里育囝到伊长龄。囡仔长龄了后，哈娜就带伊去示罗上主的厝，佮带一只3岁的牛犅，10公斤的幼米粉，1批地的酒。迄时囡仔要细汉，因就杀迄只牛犅，带囡仔去伊里遐。妇人讲：先生，我确实就是以前徛伫你面前对上主祈祷迄个妇人人。我对上主求一个囡仔，伊有照我所求的互我，所以我将这个囡仔献予上主，互伊一世人服侍上主。因就伫遐敬拜上主。咱今仔圣经节对罗得记第1章到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。